那今天晚上我家见啦！人呢？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那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会开。什么？怎么办吧？玩姐们呢？没有。你怎么骗人啊？我没骗人，我真的有本儿，但我那本是买的。揍他！哎，行，打下去，5出钱行了吧？帅！哎，瞧瞧，那人和马简直融为一体了，太帅了。你是说人帅还是马帅啊？都帅。这男人和马真是挺像的，都那么充满着力量，又难以驯服。谁说的？我们家闪闪079就既充满了力量，又很好驯服，这比好多男人可强太多了。这马呀，你一旦驯服它，它就会乖乖的言听计从。可是这男人，你只能偶尔驯服他的身体，却永远无法驯服他的心。男人哪有心啊？要有，那也只是花心。这说法也太极端了吧？这有什么极端的？我说的是事實。我给你们2位分析一下啊，这男人跟女人之间呢，就像是雄性动物跟雌性动物。雄性动物有什么特点呢？